位先生，现在的你还记得那些已经搭船离开的人吗？也敢过会记的，会记很多点来说讲的。咱敢过有爸爸妈妈伫世间，下拄啊幸福的滋味来自于咱拢足任性的，因为咱知影安怎拢有爸爸妈妈疼惜。不管你今仔安使性地，爸爸妈妈拢会愿意，因为伊就是咱的习惯。相对的，你感觉可会记的，已经坐出去几个人，因已经航向咱的目的，咱的所在是老母娘的厝嘛。但是老母娘所期盼，就是咱的国家队。各位先生，你搭的船是飞往哪里？是飞船还是海上的船？